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旨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是的，主，它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的高台，我们的山寨，让我们将重担全然交托在他手中，全然的交托依靠。此时就让我们眼目就单单的定睛在主的身上，求圣灵此时此刻就在这当中与我们同在，运行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渴慕他，渴慕与他同在。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们敞开你的心，安静我们的心，一同来等候他，亲近他，也一起开口来赞美，来感谢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祷告，让我们来感谢他，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现在谢谢你，谢谢你求你的帮助，谢谢求你的山寨的盾牌，主，感谢赞美，主，谢谢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总在我的身旁。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无助的时候，你是我的依靠。我赞美你，因为你做我随时的帮助和避难所。投靠你的人都是有福的。我要遵从你圣名到永远。主啊，我要将身心灵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中，恳求你来掌权在我的生命中，让我凡事兴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旨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此时我们也为了几项事情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，为了我们的认罪，让我们在这一周我们所得罪主的，不管是显而未现的，我们都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来向主认罪。也为了自己的健康、家庭跟工作，还有你的人际关系来祷告，也为了病痛、哀伤中的肢体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求主来帮助。我们也为了教会的牧师今日讲道来祷告，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，为了你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也为了过去一周所犯的罪，求主来赦免。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、家庭、工作，跟我们心灵软弱、痛苦、病痛、哀伤中的肢体祷告，为我们的教，为我们的牧师讲道，今日求主他的恩膏牧师，让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，神的话语进入到每个人生命当中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虽然呢，不是圣灵从你最就知道的事情，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无法依靠自己来做完全的主啊，所有人的心但常常胜过肉体的情欲，也不能轻易和轻视的骄傲。主啊，常常在罪恶中打转，主啊，恳求你来恢复我们。求你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
将我自己的健康、家庭、工作、人际关系都摆放在你的面前，交在你的手中。我相信你，并向你祷告，因为我知道你能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们也将教会中哀伤、生病与治疗中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不管你知道与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们都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求主来帮助。我们也为了主生长老他的遗嘱，婷珍姐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求主你的灵，安慰的灵就在这当中，亲自来安慰他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此时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牧师的分享全然交托，求你让主日的程序一切都能够顺利。牧师今日的讲道传讲的信息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成长与领受。孩子这样的感谢、祈求、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触到，你执意不要慌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今天呼召我们，带领我们来到那圣殿来敬拜他。如果你可以，此时邀请弟兄姐妹们从座位上站立。从前门你要抬起头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，让人说举手称颂。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，你的一切尊荣，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。
来欢呼赞美他，向神说举手称颂。高举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